呢個係你個人嘅展覽，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後邊咁多件衫話俾我哋聽先？呢個呢就係我呢3個演唱會嘅所有服裝啦。呢件大家都認得啦，就最近期嘅呢個演唱會第一個 opening 嘅一件衫嚟嘅嚇。咁其他啲就係齊晒㗎啦。睇晒啊！係啊，其他嘅所有嘢，你有咩特別推薦先？有咩特別推薦啊？最好睇就我細路仔嗰張啦，係咪？都完全唔似我嗰個樣啦。咁嗰 part 就叫少年夢，就講我細個嗰陣時嘅。呢一 part 咧就好有意思嘅，就叫與我同行，就每一個同我合作嘅工作者，台前幕後嘅所有嘅人啦，合作過嘅人。咁我覺得好有意思，因為我好想介紹，其實一個成功藝人呢，佢嘅背面係需要一班人嘅支持嘅。咁仲要大家睇到我咁風光，其實我所有嘅嘢都係佢哋即係幫助我好大㗎啦。咁仲有嗰邊啲唱片啊、電影嗰啲咧？嗰邊咧就介紹我拍過以嚟我自己最喜愛嗰幾部電影啦，就介紹過出嚟啦。咁有埋嗰啲影片出嚟，即係如果大家未睇過，可以喺度睇下。